好，好，哇，我可以喝一下水吗？可以上厕所。他要上个厕所，你们愿意给他时间吗？不愿意哦。这边就好了。不行。你真的不让他上哦？不好意思。因为他们350没有付这边的水费。开玩笑的啦。然后接下来是一个女孩在等待一个男孩在期待，这首歌叫《等待与期待》。这首歌叫《尖叫》。下次我们已经写新歌了，它的第2集叫《等待与白带》。第3集是等待与皮带。虽然那个比赛是。就应该，那期待他心中的女孩，一直期待向她表白，只是她还在心里口难开。我勇敢地走向前，不要害怕受伤害，再靠近一点点，就能抓住幸福的感觉。只是的爱在心里口难开。我勇敢走向前，不要害怕受伤害，再靠近一点点，就能抓住幸福的感觉。
耶，你说鸭子张口。抱歉。而且你们像坐着很压抑哦。你们要站起来吗？哦，那你们椅子就拿到头上了。哇，何其壮观啊！有了，那下次那个450。下次门票我们要加收啦，就是听笑话要加收。笑一次10块。哦，是啊，好 ，OK。到时候只能带来最后一首，再加3首的时间。没有了，好，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，刚刚